单雷甲台语文运动。伫台湾文学史内底，真少会讲到用台语文写的文学作品。近代这30-40档台语文学的发展的历史脚印，其实嘛是台语文的运动史，嘛是咱台湾人台湾文学得追求的目标，嘛是单雷长期用台语文书写得要义的代志。单雷因为长期伫台湾通信发表作品，嘛伫加拿大开办教台语文，买手一个机缘，甲学生组成台湾通信的编辑团队，规个人轮流做主编。台湾通信毋但影响单雷真深，嘛为海外转来伫岛内定根发演，全台湾各所在发起济读者联谊会，哪读哪学。买手真济人成做学校教师、教授、作家、台语文推广者、工作者。所以，若要对单雷甲相关的台语文背景有一寡了解，这本刊物定着爱来读看卖。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，就是要入门上好的册。字尖甲笔尖，台湾母语文学的发展内底，嘛有专门的历史的角度来甲了解。